大家好啊，又嚟到屋村仔報天氣啦吓。咁現時嚟講呢，天文台已經掛咗3號風球噶啦。咁啊，亦都預計啊3號強風信號至少會維持到今晚10點啊。咁啊，聽佢呢一個口吻，基本上啊真係有掛8號波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屋村仔同大家跟進一下啦。好啦，開始之前麻煩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就唔會錯過屋村仔每一條片啦。咁喺10月4號嘅中午時分咧，天文台已經係掛上咗呢個3號風球噶啦。咁熱帶氣旋麥德姆啊，正係逐步增強，並且移向廣東省嘅西部雷州半島一帶。香港天文台亦都表示啦，隨住麥德姆逐漸靠近本港咧，咁風勢亦都逐漸增強啊。而相關嘅狂風驟雨正正係影響緊南海北部啊。預料咧，麥德姆將會喺5號啦，即係聽日，亦都即係迎月嘅時分咧，大概中午時間咧就會喺呢個雷州半島登陸啦。期間咧，應該會逐漸繼續增強成為颱風嘅，並且喺香港嘅西南300至400公里掠過啊。就係會喺聽日嘅凌晨時分最接近本港嘅。如果係達到呢一個距離嘅話咧，已經係對香港咧構成一定程度嘅威脅噶啦。就掛上呢個8號風球咧，就唔係冇可能啊。天文台指出而家嚟計即係下晝2點左右強烈熱帶風暴麥德姆正喺香港嘅西南偏南大概450公里集結啊。預計咧就會向西北偏西繼續移動嘅時速25公里。即係話咧，過多幾個鐘咧就會進入香港400公里範圍噶啦。佢就會喺南海北部逐漸增強嘅。到時咧香港嘅風勢亦都會漸漸咁樣加大啊。天文台指出3號嘅強風信號咧將會至少懸掛到去今晚10點嘅，並且佢就話啦，就會視乎麥德姆嘅強度啦、其烈風區以及珠江口岸距離以及本地嘅風力變化，評估係唔係需要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根據過去往績，天文台咁樣講得咧，懸掛呢個8號波嘅機會咧，已經係相當之高噶啦。只不過係會掛幾耐咁樣解嘅啫。根據翻現時嘅資料嚟計啦，應該咧就會喺5號即係今晚嘅深夜至到聽朝早嘅凌晨咧，麥德姆最接近本港嘅，預計可能咧都會掛到去聽朝早啊。如果真係要掛上呢個8號波嘅話我哋一齊再睇睇麥德姆嘅中心風速咧，估計去到聽日咧就會達到每小時155公里噶啦。到時將會成為呢個強颱風級別啊。而中央氣象廳咧更加預計咧，佢嘅風速最高可以去到每小時162公里嘅。聽到嘅都係啲數字啊，實質有幾勁咧嚇。我哋就睇睇啦今年嚟計韋柏中心風速咧係140公里嘅，而啱啱過咗去嘅華加沙咧，佢嘅中心風速每小時最高去到195公里啊。而其實山竹咧都只不過係每小時175公里嘅啫。有呢堆數字去做比較，相信大家都可以幻想到到時就呢個麥德姆嘅中心風速咧，其實都一啲唔弱下噶。只不過咧，香港掛唔掛到呢個8號波咧，都要睇翻以下幾個因素。第一樣嘢咧，就係預計個風力係咪達到8號或以上嘅風力級別啦。相信即係麥德姆繼續增強嘅時間咧，都應該係有機會達到呢個級數噶啦。第二樣就睇睇熱帶氣旋嘅強度及位置啊。按照麥德姆現時嘅路徑咧，應該就唔會係正面咁樣吹襲本港嘅。但係就睇翻啦，都離香港咧，唔係話真係有好大段嘅距離噶。所以如果進入400公里之後咧，就要睇睇麥德姆佢嚟緊嗰個路徑嘅走向啦。最後都要睇睇風暴嘅結構同埋呢個風力係唔係對稱啦。皆因咧，喺一個風暴入邊佢個風力個分佈可能唔係對稱嘅，即係你假設假設你喺風暴嘅最南或者最北咧，可能感受到嘅風力咧係唔同嘅。所以咧都要睇翻成個風暴嘅結構係點樣，係唔係對於香港咧造成一個達到8號波嘅威脅啦。
嗱，不過講翻啊，麥德姆咧，咁啊已經係今年咧天文台發出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咧第12次噶啦，咁啊已經打破咗1946年以來啊，咁啊一年之內發出最多熱帶氣旋警告嘅最高紀錄啊！咁呢個情況啊，亦都反映咗現時香港嘅經濟啊同埋社會環境有幾咁差嚇。好啦，數字數據同大家講完都睇睇啦，實際情況嚇，到時啊，即係呢個麥德姆接近本港啦，咁啊聽日嘅時間實際情況會係點樣呢？咁天文台亦都有講啦，咁就華南沿岸咧風勢都幾大下啊，咁會狂風驟雨啦，海有大浪及湧浪啊。咁隨住麥德姆逐漸遠離同埋消散咧，中秋節喺廣東沿岸咧應該天色會好轉嘅，咁啊估計咧都可以俾大家賞下月嘅。咁下周中期咧，華南一帶大致晴朗啊，以及天氣酷熱嘅。咁啊，再睇睇天文台嘅9天天氣預報啦。聽日打唔打得成風都好啊，咁啊基本上咧都係全日落雨噶啦。咁啊大致多雲，有狂風驟雨以及雷暴啊。咁初時咧雨量亦都係較多嘅，咁去到10月6號啊，即係中秋正日咧，大致多雲啊，咁就有1-2陣驟雨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咁去到10月7號追月嘅日子咧，咁就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啊，咁但係咧稍後咧即係局部地區都會有少少驟雨嘅，咁所以咧以呢個走勢去睇咧，可能啊去到追月嘅時間咧，欣賞月光咧就最好睇啦。嗱，我哋香港啊，等到今晚睇睇啊，咁啊呢個麥德姆對香港威脅有幾大啊？係咪睇會掛呢個8號波啦？咁但係咧預計啊，咁啊呢個瓊州海峽同埋海南島嘅東部入西北部海域咧，會受到呢個麥德姆吹襲嘅威脅就較為大啦，風力最大可以去到14至15級啊！咁所以咧，海口市全市係咁啊，已經實施咗6停噶啦，即係停課、停工、停運、停航、停園同埋停業啊。咁所以睇到啦，佢哋都幾嚴陣以待㗎。不過話說回來嚇，咁啊雖然香港市面狀況咧現時為止大致正常，咁但係有一啲航線咧，其實亦都係停咗㗎啦。咁啊包括喺呢個馬料水去到東平洲嘅航線啦，西貢去到糧船灣嘅航線啊，咁啊甚至乎馬料水去塔門啦，以及香港仔啊或者赤柱去蒲台島嘅航線咧，基本上已經係停航晒㗎啦。咁而黃石去到塔門嘅航線咧嘅尾班船啊，亦都會係喺3點嘅30分開出㗎啦。咁啊而塔門翻嚟黃石嘅尾班船咧，就會喺下晝嘅3點05分開出啊。咁所以咧，就雖然陸上交通暫時未見有好大嘅影響啊，但係如果係住喺離島或者需要去離島工作啊，甚至乎有活動喺離島嘅朋友咧，亦都真係留意翻啊，咁就保障自己嘅安全啦。咁亦都即係奉天文台呼籲市民啊，盡量遠離岸邊以及停止水上活動啦，咁就唔好再去觀浪同埋打卡啦。再次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犯險啊！咁而現時咧都有唔少聲音討論緊究竟係咪可以咧？對於追風一族或者觀浪打卡一族萬一佢哋行為係令到有救護人員受傷嘅話咧，可唔可以作出呢個檢控以及對佢哋即係進行呢個刑責追究嘅？不過即使係討論階段咁現時嚟計，如果家長帶埋小朋友去觀浪咧，亦都有可能咧被引用呢個疏忽照顧兒童罪啦，或者泳灘規例郊野公園條例咁可能係可以去制止到相關嘅行為嘅。咁另外就係啦，如果有市民不聽執法人員嘅勸告，繼續去打卡追風嘅話咧，亦都可能係觸犯呢個阻差辦公罪噶。咁就總之點都好啦生命誠可貴安全至上，尤其是家長咁更加要對你哋嘅小朋友盡好責任，保護好佢哋咁好啦，呢條片又嚟到呢一度先中意嘅朋友麻煩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人。係咁多，下集見，拜拜。